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接着师父这一章啊，来给各位提供参考哈，提供参考。这个是我昨天呢、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啊，就，想着说跟各位大家结法缘，所以呢，我就自己赶紧写下这么内容哈，这个内容提供给大家，我们大家做一个交流，对世间五欲要能放得下呀。世间五欲啊，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，这是五欲啊。各位，你贪财呀，各位贪财，男女之间的你必须要有正常的发展。色就是一定要男女夫妻之外，你不要发生任何关系，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名要为了求名望啊，求地位啊，各位每天沉醉在那一种大家来捧你啊，大家来巴结你那种日子，以后你一定会受苦的。有一天你没有了，你丧失了，你会觉得很孤寂、很孤单，非常的寂寞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你这个才是名食睡，食就吃嘛，吃没有节制。他是让自己啊，好像在那种吃的当中来享受自己，各位，但是呢，为了口腹之欲啊，要杀了无量的众生，你看，冤冤相报，你何时了啊？所以呢，这个吃是多么可怕。我们呢，吃饭，在现在的营养学啊，已经判定了，所有的人都判定了，都研究出来，我们呢世俗。各位，这种我们吃素的人，各位够了，营养都够了。你看师父，我的身体，你看你们吃荤的人能够像我这样这么健康吗？我后来那个叶拿督来跟我仪器检查，用了德国的仪器全身检查，发现到说师父的五脏内腑怎样啊？像38岁。我都要快80岁了，那你想想看，你看我的五脏内腑才38岁，嘿嘿，你想为什么我吃素吃这么长久来？你看我们不会造业，我们不会吃腥食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看每天我师父睡觉，我做梦啊，经常那个灵魂都在空中飘来飘去，飞啊，为什么会飞？很轻啊，灵很轻。很多人很沉呐，飞不上来。等到看到老虎啊，看到蛇，要抓它的时候，不行，救命！为什么救命？他跳不上来，被他一口就咬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魂很重。为什么重？吃那些荤食太多了。你看我们没有吃的人，魂很轻，在晚上睡觉，他就轻轻的，他一直有什么，手这样挥一下。它飘起来，在风中这样一直飘动，你看多自在，多逍遥啊！各位，你看，所以吃素的人是多么好啊！各位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应该要注意哦。这个我吃一定要晓得，睡那更是应该要注意。你浪费时间嘛，浪费你的寿命嘛，你看人的寿命必定是有个限度，那你每天你看。一天24小时，你工作8个小时，好不好？你睡了10几个小时，那你想想看，你说你的这个人家活的寿命虽然比较短，但是他的工作、他的修行、用功的时间花在那个上面，那你是拼命花在这种睡的上面。你想想看，你活了多长久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活多久也没有用。所以，我们对世间的五欲要能放得下。对因果观念要能提得起，要不能提得起啊？随时要重视的意思。你要提得起，就经常挂在内心当中，经常要想起来，就念念不忘，念之在之的想到，有因果观念，要有因果观念。我们人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必然的，有一天终会回到我身上的。你要知道，所以对因果观念，你要能提得起。对人生的无常，对生命的无常，你要看得透哦。你要看透，时间不可能长久的。你要永远的寿命，你要永远的健康，你要永远的不生病。你要永远的富有。各位，不可能的，这是无常，生命是无常的。你要看得透，
你只要能看得透、看清楚、看明白，你要好好去觉悟，你就不去贪嘛。我贪什么？你到最后你带不走的，知道吗？生，我上一次不是跟你们报告吗？生死由来于梦中啊，何必争取富贵翁呢？来是空也，去也空，死后何曾在手中？我们要唤醒台湾所有各政治界的这些当官的人员，你要争什么嘛？你要抢什么嘛？你要抢什么？你很快一个人生命无常来临的时候，你断然就要离开了。那时候你能得到什么？你的棺材能够带走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对人生无常要看得透，你要看清楚，要透析它，要明白这其中的奥妙。道理在这里，你争什么？各位，你要把你所拥有的这些福报，赶紧发挥在众生的身上，为人民服务。各位，医生是要救人为人，人有慈悲，你要救人为你的慈悲。军人是要以救国为慈悲，救国为了国家，我要保护后方的人民，这个国家能够稳定不受到欺负，所以军人以保护国家、保护国、救国为慈悲。做官的人是什么？要为人民做慈悲。你要为了人民来设想，为他们来服务，为他们来奉献，这个叫做做官的慈悲。你这一点你都没有做到，你做官干什么？你做官干什么？没有意义嘛，你造罪嘛。你以为拥有这些权利有权利就有钱，有权就有钱了，就有财富了。那你拥有这些东西，你心不安了，你心不安，晚上睡觉都做噩梦，每天都计较，每天都冲突，心神不宁，你何必呢？自找罪受，而且这一辈子你的灵视、你的灵魂污染了，下一辈子堕落离开的时候，你到黑暗的地方，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继续轮回。你看这些人自以为是英雄，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能言善道讲得好像这头头是道，但是这些人，你看强词夺理，最后他完全违背良心，所造的业障没有人代替的，一定受苦。所以对人生无常要不要看得透啊？一定要看得透。对念佛法门要信得坚，你要知道念佛是佛要来救你。这个法门叫他力念佛，佛要来救度你，所以你要信得进去，很坚定，不可撼动，不能去动摇。这就对念佛法门的产生一个最大的感应，跟佛的心你紧紧的连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对念佛法门，就是他力的救度法门，叫做一定要有秉持这个理念，那么大家都可以成就。不管你是罪恶的人，你是一个专门行善的人，只要你信得够，信得坚定，大家都有希望，大家都能够往生。各位，看有没有重要啊？我们都年纪一大把了。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，走过这么大的生活历程，我们愿意提供给大家呀，给大家警惕提醒他。我们希望大家互相好好的找一条，我们未来下一辈子死了之后的下一辈子，你要如何何去何从？你不是死了就算了，没有死哪里有结束？你的灵魂还是继续去投胎，你灵魂还到另外一个世界。到底哪个地方才是你安顿？你把你自己的魂要安顿在那个位置上面，你怎么去安顿？各位，看你现在嘛，你的心怎么去做出来的？你的心，你的念头如果一歪曲了，知道吗？邪恶了，知道吗？邪恶了，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那么你以后必然你的前途暗淡，是非常堪虑的。非常堪虑的，各位，你们听懂没有啊？所以各位，我们对这个做官的、当官的人做医生的人都应该要注意这些问题，
都要注意这些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把这个提供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